后来继续来看中华的中泰国中，有2个学生来确诊，这2个学生是安怎去喂着病毒的呢？就是住伫台北艋舺迄街口啊4个人，5月初8转去中华丈人丈母遐过母亲节，传染互丈人丈母，嘛传染互伊仔读江泰国中3年的这个后生，所来这个后生佮喂互一个同班的同学，即摆是全校停课14天。2个学生参加会考所接触到的其他的考生，嘛拢爱居家隔离。上课时间，严过中华中泰各中校园拢无人，敢部分老师会先入去尔。因为校内面出现2个学生确诊，为今日起停课14天。相关的规定，学校处予停课的一个作为。那么相关的其他的同学匡列就采居家隔离、自主学习的一个方式来进行。中华管卫生局说明讲，这个感染源是来自台北艋舺这家伙4个人，因伫5月初8去中华丈人丈母因兜过母亲节，结果喂有丈人甲丈母以及丈母的表姐夫，甲因伊仔读中泰国中国3个后生，所以这个后生佫喂互同班的同学，2个学生确诊，全校停课。2个学生参加会考接触的人嘛要居家隔离。有2位监考老师，然后有42位的学生。这42位学生有一半是彰泰，另外一半是和群国中的。我们今天会开始也是一样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。另外，中华管卫生局嘛公布上早确诊的葡萄家族读国小这个外孙嘛确诊。卫生局讲，这个国小学生伊的同学甲老师拢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，即马才咧等采检的结果。